你办你当手啊，遐尔啊。他变谁啦？嗨，今麦袂靠钱啊啦，要唱哦，大声就唱出来啦！哎呀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不要！翻车！翻车！你说可以传主管的那个讯息那个。没有，大家都真香，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苦力里面饰演的明华的黄文兴。大家有睡饱吗？请大家吃水果，祝福大家1里好、2里好、3里更较好。是鼓励最最喜的导演。我是蔡昌宪，我是黄文兴，我是傅子纯，我是陈怡佳，我是林文怡。7月27日，记得要收看《公视鼓励》哦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文兴。在鼓励内底演一个叫做李明华的少爷，是一个食饭甘中央的阿舍囝。大家敢知影什么叫做食饭甘中央？国语的意思就是养尊处优，唔知影民间疾苦的意思。还有时间，请大家7月27看鼓励做花学台语。这鼓励咧讲的是民国差不多是1970年的时阵所发生的代志，有欢喜，有悲伤，有亲情，有爱情，有友情。所以，请大家一定爱想看鼓励。7月27开始，每礼拜六暗时9点。大家好，我是吴文清，我伫鼓励内底所演的角色叫做李明华。其实伊就是一个靠爸靠妈做，知影咱遮的平凡人的辛苦，规日就是手春。都有钱通摕迄种阿舍囝。接下来哦，接下来哦。后来我发觉，其实这角色无介好演。每摆导演若是拄着我的戏吼，用这免讲啊，这拢废话啊，这拢免讲啊，这拢免讲，我是要安怎演？就是啊，伊就感觉讲我迄个时阵的李明华是无需要讲遮济这种话。因为你会当传伊厝内底人愿意接受咱真正毋知要讲啥，你知？一般的8点档这个台语剧，基本上拢是用讲，但是导演厉害就是伊无爱用嘴讲话去表达，伊要用画面去讲话。这是我上介意的所在。头门边就一个光芒慢慢出，看着外口的画面，月圆人团圆，足简单的啊。但是，互感觉讲哦。这是有深度、有高度的一个戏，你知无？每礼拜六暗时9点，鼓励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文兴。最近这几年非常开心，可以参与公视所制作的戏剧作品，像是公视学生剧展里面的孝悌儿童，还有一个家庭的事。你就为着我继续拼落去，继续接受你哦。这一次呢，也非常荣幸可以参与公视所制作的台语大剧《鼓励》。我在里面饰演的角色叫做李明华，他是一个纨绔子弟。对我来说，这个角色呢，他是一个很内心戏的角色。公视制作了许多优质且多元的戏剧，也让演员有很多表演的空间。如果您也跟我一样
都喜欢公视制作的戏剧作品，请拨打捐款专线02263399220226339922。